本所于112年7月22日，在木古木鱼旅游咨询中心简报室里办理秀林乡泰鲁格族传统工资培训班南区结业式。为传承传统工资技艺，课程中除了学会传统技法、保留传统纹路外，工资器具介绍及制作，并结合个人创意，完成独特性创意工资技法。谢谢老师让你们多一个认识德古布器的一个文化希望呢能够我们以前传统的文化能够延续下去，已经不简单了。这个已经很少这样的老师了在这里先谢谢大家在课程中那么认真的学习对成品弄得那么好也预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谢谢。乡公所致力于推广泰鲁格族传统技艺，每年皆办理多项公益培训课程，也结合在地社团或单位，透过补助方式落实各村推广传统技艺。在行销方面，以市集与展览的方式，将泰鲁格族传统技艺再次活络于现代社会。在此非常谢谢讲师们及学员们的努力，将工资技术传承下来。透过此课程，未来也希望有更多的族人们能加入我们的行列，一同为了永续传承而努力。秀林乡公所培选主动。